孟宗哭竹。三國時代，吳國有個孝子，姓孟，名宗，字公武，係江夏地方人士。佢幼年嘅時候就冇咗父親，母親年紀大啦，又病得好厲害。佢好想食先筍煮嘅羹湯。呢個時候，冬至將要到啦，筍仲未有生長出嚟。孟宗冇辦法可想，就跑到竹林中，抱住啲竹大喊。或者係佢嘅孝心感動咗天地，突然間地裂開咗，從地上長出咗好幾支筍。孟宗就拎返屋企，做咗筍羹俾母親食。母親食咗新鮮嘅筍湯之後，病居然就好啦。大家都話呢個係孟宗至孝，感動天地。冬吳孟宗，抱竹而哭。冬月筍生，母疾平復。孟宗，字公武，江夏人，少喪父，母老疾篤，絲筍煮羹食。時冬節將至，筍尚未生，終無計可得，乃往竹林中抱竹而泣。孝感天地，雖如地裂，出筍數徑，辭歸作羹以奉母。母食之而病愈，人皆以為至孝所感。